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南方特收报》。2050年净零排放是全球趋势，对此，工研院挑战这一项目标，提供各产业相关的净零解方，其中包括植物肉的研发上市、低碳无毒的微生物染剂，以及每一滴水都不浪费的处理技术等等，正是在沙仑园区来展出，希望公司协力带领产业净零转型。面对2050年净零排放的挑战，工研院持续在许多产业当中投入创新减碳科技。其中，为了减少畜牧业造成的污染，所以研发用本土饲养的藻类来取代进口的大豆、小麦等原料，模仿肉类的植物纤维来设计，不止外观相似，连口感也都很像，吃不出是植物所做的肉。工研院表示，目前新竹已有餐厅上市销售。产品上面的物品可以把这个藻类的蛋白做成相关的 TPP， 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些蛋白质，然后后面就可以给厂商去添加到里面做一个食材的加工。我们可以在类似培根这个案例来看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展出。当然，我们现在跟很多不同的厂商都会陆续来开发不同的产品，那就是导入这些藻类的这方面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同时也有做一些真菌方面的蛋白质的生产。那这些好的蛋白质都是要导入这个食材里面。另外，过去纺织产业所用的染剂99%都是化学合成的方式来生产，不过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用牛仔布料所做的手提背包，竟然是用微生物的技术来染成蓝色，用低碳无毒的技术来代替石化原料。那我们现在使用微生物染料，就是使用纯天然的葡萄糖，它是一个可以永续循环的料源。再者，我们的制程它是没有高温高压，就是常温常压30度C 的一个制程。制程的过程中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有毒物质。那我们以微生物做出来这样的染料呢，它的化学物性、化性还有它的结构跟化学染料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完全不会改变现在牛仔裤染色的任何一个制程。所以可以直接推广给厂商做使用，这样子。南台湾有很多加工制造，甚至是高污染产业，虽然扮演地方经济的重要角色，不过面对净零排放的功课，一定得找方法、找机会，勇敢改变。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第二届雄争武斗全国街舞比赛在高雄圆满落幕。这届赛事总共有470位舞者同台较劲，规模创历年来的新高。市长陈其迈也出席颁奖，在现场大秀舞技。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在 SKM Park 举行第二届雄争武斗全国街舞大赛决赛争霸，吸引来自全台各地超过470位舞者同台较劲，更有英国、日本、香港等地的选手远道来参赛。现场逾1000位民众观战，艺人美秀集团的精彩压轴演出更是让全场嗨翻。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出席活动，并且颁奖表扬胜出者，还依照主持人的指示摆出街舞姿势，并且邀请民意代表等人一同上台挑战，顿时趣味横生。慢慢市长，我们屁股一起往我们的左边，这是国标舞的动作。对，市长很标准哎，还有在做耶，你们有没有一起做啊？我们民代也一起做了，我们这个 pose 摆着。我上次去那里上课。你有上课？有。真的吗？上了1天，回家休息3天，比较辛苦了。然后找复健师这样按摩。这次街舞大赛的竞赛内容划分为排舞竞赛、battle 竞赛、K-pop 即播即跳3大赛事，总奖金达到51万元。期待借由表演艺术竞赛，给予年轻族群展现舞台，并以此推广街舞文化，传递青年的影响力。还在传，很开心，表现怎么样？都很棒。年轻人，我们鼓励说。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跟才华很多领域其实都能够有一片天所以我们就把舞台搭好，让他们能够尽情的热情奔放。老师有说奖金要加码？对，我们就想说舞台搭好，然后奖金再加码，就
让更多喜欢我们街舞的这些年轻朋友，大家都能够很开心、自由自在。今年度首办的 K-pop 即播即跳，多首韩流歌曲结合精准的 cover 舞蹈，不同的舞风和技术间火花碰撞，造成了一波高潮。而随着街舞大赛圆满落幕，市府也期盼未来能够提供更多元的机会和舞台，鼓励青年朋友们勇敢追梦。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民歌是许多4、5年级生共同的回忆。在80年代，民歌西餐厅更如雨后春笋般。无奈现在时光变迁，各种娱乐非常的兴盛，民歌餐厅渐渐来式微。如今全国只剩1间纯民歌餐厅仍在苦撑经营，但可惜该餐厅近期也传出将于8月底歇业。消息一出，让许多热爱民歌的民众相当不舍，期盼能够继续营业。像是去看石头，很多。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一首李宗盛的《山丘》，唱出木棉道民歌餐厅老板杨锦惠的心声。过去曾风光一时的民歌餐厅，不敌时代变迁，如今在全国只剩台南这间木棉道仍在营业。但这2年的疫情，加上房东有意调涨房租，种种加起来，让杨锦惠再也撑不住。传出餐厅将在8月底停止营业。疫情过后，陆续景气复苏，然后因为我们房东可以要升房租哈。那当然也有他的考量，那因为这目前的租金对我们来讲，可能我无法承受。那虽然我已经经营12年了哈，可是也不得不忍痛要放弃哈。因为现在如果还要去找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可能投资的金额会特别高。那因为你知道，民歌餐厅是属于小众市场哦，所以大概我们打平就非常不错了哈。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营运到8月底结束。月底将停业的消息一出，让不少的民歌粉丝相当不舍，特别相约前来听歌。他们表示，知道这样的消息令人感伤，希望餐厅能够继续营业。老板这么讲有点感伤啊，对。然后现在年轻人也很少跑这种地方，但是我是觉得说现在都是老歌新唱的时代。那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不管说什么年龄层的都可以过来。才想刚来有好好的回忆，他说到月底，但是希望说可以留下来，因为讲真的是希望大家能祈祷房东可以帮忙一下。不止一般的民众前来支持，就连议员吕维印也特别前来赞虾。在这边有很多大家青春的回忆，特别我也是从小然后到大。好的一个忠实的顾客，那今天听到他将在这个月底来结束营业，其实心中非常的不舍，所以特别也利用最近这些时间能够尽量让自己有空来这个木棉道来这个享受一下最后的这个民歌的回忆。虽然民歌如今只剩小众市场，不过杨锦惠表示，为了爱听民歌的听众，他还是会继续与房东沟通到最后一刻，也希望房东能思考一下，让他继续在这营业。而且跟他讲说，如果以单纯前面承租下来的话，那租金我们再来瞧看看这样子哈。那我希望在8月底之前，或许房东看能不能再另外思考一下，可以让我继续承租下来。然后如果没办法，其实我也不勉强。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跟立场，我们不去勉强他这样子。木棉道见证了台湾从民歌到流行音乐的历史，多年来也培育出60、70位歌手，经典演唱组合动力火车就是最佳代表。李宗盛、潘越云、王志平和凡人二重唱也都曾在木棉道登台。餐厅至今仍维持固定在每周4与周6有乐团驻唱，许多老顾客听闻木棉道即将歇业，近日也纷纷回来重温回忆，感受民歌带来的美好。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
想要抓住暑假的尾巴吗？高雄市电影馆推出多部亲子共赏的动画电影，包括勇气充电器和热闹生物游戏团等等。除了有老师带领亲子做肢体的游戏，还有绘本导读，让大小朋友更容易进入电影情境。高雄市电影馆8月21号将推出《勇气充电器》世界儿童动画短片集，有来自台湾、日本、韩国、法国、西班牙各国的短片。9月4号热闹森友园游会欧洲儿童动画短片集，选映4部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短片，内容是以动物为主角的拟人化故事。我们8月的电影是以五个关于勇气为主题的电影，那可能里面人物都会有一些他们遇到自己人生的困难，或是说生活中的阻碍，那他们都是带着他们自己的勇气往前冲。我们9月的活动叫做热闹森友园游会，那其实那4部动画短片都是从比利时或是法国来的，那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是把动物拟人化，然后进行一些比较寓言故事的内容这样子。长短角电影院每个月搭配各具特色、有动也有静的亲子活动。8月、9月相继迎来表演艺术工作者精心设计的一连串亲子肢体游戏，探索肢体和想象的各种表现，以及绘本讲师带领精选绘本导读，开启图像和故事的大门，引导孩童进入森林朋友的世界。观察下来会发现，其实在时间的安排上，在映前比较集中的让小朋友先看完绘本，再进到电影这个流程上跟心态的调整上会比较顺，所以我们都是以映前的方式这样子。而且因为绘本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活动。那其实因为我们长短角电影院有比较特别的安排，是我们会在影厅的前方铺上就是草地的地垫或者是水果的抱枕。那其实结束的时候，时间不赶，小朋友还是可以在前面的那个空间做一些短暂的停留或逗留。长短角电影院特别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在这里家长不用虚自己的孩子，也不用阻止孩子在安全的空间中自由移动。欢迎小朋友跟着影片中的喜怒哀乐一起放声大笑或分享想法，跟着活动讲师一起探索身体和想象的可能。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市已举办过2届消防彩绘花灯，备受好评，而且日前650个灯笼也寄到日本交流展出。今年第3届的消防灯笼彩绘比赛，市长黄伟哲也亲自上香祈福，正式启动。希望借由消防灯笼彩绘，除了让防火观念向下扎根，同时也做好台日城市交流。台南市消防局在今年农历年期间举办消防彩绘灯笼活动，让消防局中正分队以及台湾4.5庙成为旅客驻足的观光景点，更在活动结束之后获得前往日本展出的机会。共有650颗灯笼在日本群马县前桥市赤城山夏日祭典展出，成功进行台日外交。它像是乌鸦天狗，就是刚好在我们的水上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跟消防局觉得这样的交流很有意义。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日治时代的那个市长于鸟佑男的出生地就是前桥市，所以今年我们把那个牵线，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把前桥跟台南做一个交流。延续活动热潮，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消防局同仁陪同之下，共同在台湾4.5庙上香祈福，祈求台南市风调雨顺，同时宣布消防彩绘灯笼活动正式启动。今天的主题是火神护佑，平安祈福，福成百年，竹岁应平安。拄则来到咱的关圣帝君南边南天上帝咱的关帝爷以及咱的火德神君来敬拜祈求，是希望讲咱这个洪灾会当做了好。消防局结合台湾4.5庙火德星君，就是民间俗称的火神爷，推广消防防火灾宣导以及古迹防灾。借着消防灯笼的绘制，将防火观念向下扎根。那即日起呢，各位民众可以到我们的辖区，也就是第7大队辖区的消防队领取消防灯笼，回去做绘画。那最晚呢，麻烦各位民众呢，可以在10月31号前缴回我们的消防队。
这次消防灯笼绘画比赛以台南市古迹、庙宇防火等图案为主题，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入选之后有机会展示在中正分队与4.5庙，将创意成果给民众欣赏。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2022年旗津风筝节日前在旗津海水浴场正式开幕。今年以大鱼世界作为主题，也赶搭韩剧的热潮，由大型鲸鱼造型的风筝飞上天际来揭开序幕，吸引超多的民众前往观赏，直逼过年期间的人潮。所有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2022旗津风筝节大鱼世界。数不清的夜光风筝在旗津上空随风摇曳，光影闪烁，配合岸上的灯火点点，美不胜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夜光风筝的部分都已经在天空当中飞翔了，超美的。没有想到白天有大鱼世界，晚上也能够看到这样子美丽的奇景哦。2022旗津风筝节引起广大回响，是国内首次聚集这么多大鱼风筝同时展演，让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奔赴旗津。短短2天就涌入了超过7万多名游客，加上近来韩剧又再掀风潮，天空中满满的鱿鱼和金鱼，把蓝天当成了海水，形成了另一个空间的水中世界。最大的风筝长达35米，引领着数十只的水中生物在空中飞翔。周末加码演出的夜光风筝，更是让旗津游客从早满到晚，甚至超过了往年年节时的水准。再配合黑沙玩艺节规划了大型气垫乐园，一共有9座气垫设施，更有15公尺的极速滑水道，让旗津在今年夏天成了全台最佳的消暑场所，一扫年节时因为疫情造成的萧条。如果民众没有赶上也不要紧，9月后还有月世界的热气球系列活动，保证让到高雄的游客还有市民都能够在后疫情时代玩得尽兴。记者高雄综合报道。高雄市盐埕区有许多传统又有创意的经典美食小吃，也是高雄相当具有文史特色的繁华胜地。所以市府观光局在推出消费促销活动，民众只要消费满100元就可以集1个戳章，集满9个戳章就可以换赠品，吸引不少民众响应。三明治到处都有，但您吃过炭烤三明治吗？盐埕这家传承2代的炭烤三明治，就是用炭火微微烤出炭香味，爽脆的口感搭配咸香的配料，一早就有不少客人来买。再搭配这一次满100集章活动，增加不少来客数，增加2成、2-3成有吧？对，因为店家还会就是我们有一些额外的活动啊，就是满额送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这是集9个章的东西还蛮不错的啊，是一整条的蜂蜜蛋糕，对啊，就马上集一集，可以去换这个礼品。吃完了炭烤三明治，当然来点喝的来搭配。盐埕区这家冰果店有各式种类多到不行的甜点和冰品，这些配料都是老板亲手熬制。还有这家茶饮店都是选用天然无毒的食材，特别是茶饮中的糖水也是老板亲手炒制的。因为我们的比较属于古早味，然后就像客人现在在讲我们的桑葚冰啊，还有那个柠檬爱玉冰啊。比较古早味，我们的用的那个甜品都比较养生的啊，有红枣莲子、白木耳啊，那个番茄切盘那个都比较古早味的东西。在我们店里吃的喝的，可以说没负担，你绝对是天然的东西啊。像刚刚我们给你看的糖，我们也可以去买那个丰年口糖那个糖黑了来调制好的，成本又便宜，我们不需要去买的，但是为了这东西，我当里长，我本身也在喝。高雄市的盐埕区发展相当早，是高雄最早的市中心和商业区。高雄市观光局因此召集70多家盐埕的店家，推出集章乐活动。只要到活动店家消费满100元，就可以获得1个戳章，集满9个戳章就可以换得蜂蜜蛋糕1条。种类像有饮料店，有那个就是小吃美食小吃，也有素食店，也有伴手礼，有吃有玩，各种都有。
我是因为刚好就来这边工作，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活动的话，我觉得是还不错的，是会有吸引的。盐埕区虽然不大，但人文历史底蕴相当深厚，非常适合细旅慢行，搭配消费集章乐活动，民众可以按图索骥寻找美食伴手礼，感受盐埕区的处处惊喜。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眷村的设计生活节展现以住代户的政策，村民们的理想生活和独具生活感的现代眷村文创聚落。活动内容相当的丰富，包括音乐会、小市集、美食手作等等，邀请民众一起来体验。在木造的眷村老屋下，艺文坐在拉门前的台阶，展现弹奏琵琶的好情谊。而就读音乐系的定成，则是豪迈的吹奏竖笛。生活在眷村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持续从事音乐的教授和学习，也将在音乐会中和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然后比较多是教学，办免费的教学，然后是教传统音乐，就是琵琶的讲座或是南北管的讲座，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传统音乐。一起住在里面的人比较有互动，然后会一起定期举办活动，然后比较有向心力这样。而在眷村和大自然紧密融合的环境里，清韶大姐喜欢自制豆腐乳，用天然的米曲进行发酵，外包装则是选用庭院里种的血桐叶，一切都是强调天然环保。新燕则是推出适合一家人使用的手工香皂，内容物和包装充满了设计巧思。那血桐是一种很容易生长的植物，甚至你不用自己种，小鸟就会帮你种。那平常你除了可以乘凉之外，你就可以拿来做包装，对。然后像这样的包装的话，事实上又跟现代人喜欢的文创风很贴近。里面的话呢，除了就是全家人都可以使用的pH 值5.5的氨基酸肥皂之外，还有就是有全家福摄影服务的一个兑换券。小 V 则是带大家实际走读眷村，向老屋学习设计，将眷村里的景物和建筑结构和立面一一手绘下来，在脑海中留下眷村深刻的印象。那包含手绘地图工作坊，还有就是白蚁防治的课程，然后老屋测绘的课程，手做的皮件去了解就是旧眷舍跟边缘皮的一个再利用，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走读，邀请左营的一些在地店家或者是职人来这边帮我们做安菇粿或凤片糕，甚至我们村民自己的话是做豆腐乳的手作体验。以住代户的进驻者透过美好的音乐和民众分享交流，也用美食和好物和大家分享生活在眷村的点滴，更以走读的方式深入眷村景物，体验现代眷居生活。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有30年手艺的台南独家狗尾鸡专卖店，这回庆祝周年，特别回馈确诊康复者以及抗疫的医护人员，只要来店消费火锅，就招待一盘鸵鸟肉，希望犒赏坚强的台湾人，同时感谢抗疫英雄守护台湾。时序进入立秋，正是火锅的季节。位在北安路这间狗尾鸡专卖店，年轻老板传承父亲的手艺，用整株狗尾草熬汤，客人随到随点，将乌骨鸡加入红枣、枸杞与人参须和高汤一起烹煮，全程不加调味料，要让顾客吃得健康美味。狗尾鸡是要用那个黑骨鸡肉比较好，是不是？对。阿拉讲，因为香气的问题，伊的汤还有五谷鸡有无？伊黑色是因为伊是足丰富的铁质，所以整只鸡有无都是黑色，连它的内心都是黑色的。红枣、枸杞，它进去里面还要再用小火下去煮，然后才会吐出它的甘甜味跟香气。你一进去的时候可以喝到狗尾草的原汤，慢慢滚，它会越来越甘甜，就把那个枸杞的甜度滚出来了。因为现在疫情有稍微缓和了哈，那我想说，这个中药材有这个增强抵抗力的这个效果，那又是这个狗尾这个药材来炖煮这个乌骨鸡它特别有这食补的效果，所以我想说这个来吃一下增强抵抗力不错了。那口感呢？那个狗尾鸡的汤清甜。
经典啊，那不涩不燥哈，的确是非常夏天适合这个凉补的一道这个料理。老板沈玉生为庆祝该店开幕7周年，加上2年来遇到疫情，为鼓励染疫康复的国人与感谢防疫人员的辛苦，只要出示相关的证明，点一锅狗尾鸡，极赠丰富、价值极高的鸵鸟肉1盘，借此犒赏坚强的台湾人。记者台南综合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郭文吉，我们再会。